因为你知道牧场会产生很多的废水出来，那我们以往的话呢，我们会去就是经过我们的污水处理设施3段的处理之后呢，它会直接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排放也不是随意排放，我们也是有去跟水利会申请排放许可证，那去排放出去。可是它会依照你排放的量然后去计算你的水污染防治费，所以这笔费用也是变成是我们一个成本。以前的废水没有，就是都是直接排放，然后那个沥出来的那个牛粪啊，都是请人家载，然后一趟大概都3500啦，然后1个礼拜需要2趟。我们是在107年就加入这个计划，那发现这个计划对我们牧场的帮助很大。除了污水得到处理之外，主要是我们的牧场，我们会去租用农地，然后来种植牧草，之后收割给我们自己的牛只吃，来减少成本。畜牧粪尿中含有氮、磷，这个可以作为那个作物的那个肥分元素。然后我们把那个粪尿中的那个尿畜牧的那个尿液，经过厌氧发酵成藻液藻渣之后，它这个肥分高、臭味低，可以施灌到农田，减少那个避免土壤酸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畜牧产业发达，而畜牧产业要有序经营，一定要重视环保。台南市环保局积极推动畜牧粪尿资源再利用，让畜牧废水转化为农地的养分，回归土地。环保署更大力支持补助购置藻渣藻液及运输车辆，提供免费集运及试灌服务，期盼更多农民加入，让环境更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环保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推动藻液藻渣的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那基本上可以达到最基本的2个目的，一个是减少土地跟河川的污染，另外一个部分是藻渣藻液的这个肥分的再利用。那台南市呢，目前呢有188家的畜牧场呢去接受我们这样的辅导再利用的计划。那也因为推动这些计划，我们每年大概可以省下来的74万吨的水，同时呢也省掉了大概185万的操作费用。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不使用化肥了，所以呢肥料的钱呢也省下来，大概有580万左右。所以这样的一个节省的效益，再加上减少污染的效益呢，我想是值得推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还有更多的畜牧业者呢，能够去加入我们这个藻液再利用这样一个计划的行列里面，让我们的台南市的畜牧业呢更发展，同时呢，我们的污染也可以更减少。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5号，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正式宣布3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对此，市长吴伟哲上午嘛宣布，台南的夜市停止营业，并且呼吁对北部返来台南的民众一定要自主健康管理，至少3天。随着疫情变化，台南市由指挥官市长带领，每一天拢向市民报告相关防疫作为。24号宣布餐厅、小食档禁止店内用餐，全面外炸以外。上午市长强调，伫每一个努力过程，免不了要做一寡牺牲，所以包括夜市啊，对25号开始嘛暂停营业。昨天我们有请卫生局还有经发局的一些同仁们去各地方去实际的访查，那发现这个在夜市的部分大家遵守防疫相关规定的这个情形不是很特别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停止夜市，来以利防疫。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夜市这个营业就必须请暂停，直到这个5月28日。或者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宣布的
这个3级警戒，这个防疫警戒停止的那一天，因为我们以相当程度的做了最大的容忍，但是迫于疫情紧迫，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在以及大家的这个防疫还有待加强。面对目前为止淡市8个确诊案例，多数拢是市民上班有接触，搁再转来传染给台南的亲人，所以市长心有所感，呼吁虽然是亲人，嘛要保持距离，强调自主健康管理，至少3天，千万唔通拍拍照。北部的朋友南下，跟他们不戴口罩喝茶，然后造成这个感染，所以我要郑重呼吁，因为这段时间停课的关系，有一些北孙南送，有一些北升南返，包括大专院校也有一个学校停课，希望学生回到南部的，还有一些北客南来，这些我们都尊重，也都欢迎。但是从过去这几个例子来看，都是家人传给家人。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其实没有人希望传播给家人，但是毕竟是传播的。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面对南返的家人，我们除了欢迎之外，也请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请戴上口罩。那也请南返的这些好朋友，这些北送、北客、北生、北孙，都能够自主健康管理一段时间，至少3天，不要一回来就啪啪走。跟家人也不要做近距离接触，虽然是家人，不要成为家人健康的加害人，即使是不是故意的，但是的确事实证明都是被家人传播的。自中央3级的防疫5月28就马上到，市长表示尊重中央到时的决定，只是个人判断疫情并未伫5月28马上停止。认为该延长就延长，希望大家为防疫加忍耐。但新闻官及张硕维采访报道。疫情持续严峻之下，为了降低民众日常采买不方便，台南推出市场上款的美食新鲜外送，民众只要伫厝内敲电话或者透过网络，就当直送到厝。而且对今日到7月31号，政府补助运费上加只要39块。受疫情影响，民众会当减少出门就减少。其中，台南传统市场伫经济发展局的辅导，目前有5大市场甲商圈拢甲小短腿等外送平台合作，民众只要购买500块的新鲜箱，就当帮你配送到厝。政府佮补助运费只要39块，欢迎市民多多利用。防疫 stay home， 美食新鲜送。那这目的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赶快结合我们现有在市区内的商圈，还有我们的这个市场。所以目前经发局这边我们择定了5个市场作为目前的示范，包括我们的鸭母寮、我们的崇德、开元、东泰市跟永康市场。那这个部分的操作是非常便利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直接用打电话的方式，也就是说每一个市场它都会有订购电话，毕竟我们的传统市场里面很多的老人家。所以老人家他最清楚的是他了解那个市场，然后他可以直接打电话。所以在市场里面呢，我们也透过自治会的协助，自治会会长的协助，然后我在自治会里面配了一个专门来处理接电话以及配送的相关的人力。那当然这里面也感谢市长的支持，所以我跟我们在地的这个小短腿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外送的服务的单位来做一个合作。那本来0到3公里的部分呢是89元，那由市府来补贴50元，所以实际上只要39元就好了。那因为什么在市场这些是比较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Uber Eats 或Foodpanda不一样 ，Uber Eats 跟 Foodpanda 的部分基本上它会有抽成，3成到3成5不等。那我想这都是非常，我们的市场这些都是非常辛苦，而且其实它的这个量都是很低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另外一个服务，就是说我们将这个市场的部分呢，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新鲜箱，这个大概是500块的价值，它会将菜肉各项的部分帮你配种在一起。记者会中，东菜市、开元等传统市场的驻地会长马龙教场，肯定该外送平台模式，大大降低对摊商的冲击，对
对民众、业者甲消费市场拢是三赢。这站外送平台的业绩订单来讲的话是增加足济，所以因为即摆这消费者大家拢在家嘛，所以无人敢来市场，所以呢，阮这个外送平台这个部分呢，业绩是真正最近成长了足济。台商都满意的。台商大嘛都满意的，因为有生意做，因为市政府帮市场处帮阮做这个推年过来，帮阮做这电商平台对阮的台商来讲是一个实质的帮助真大。防疫记者会中，市长嘛伫遮敲电话去传统市场落单，积极替外送服务来示范，大家嘛真好奇到底市长点了啥物。喂，你好，这里是中菜市新鲜送订购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呢？我要订那个菜呢。订菜，蔬菜香吗？对啊，我要订那个满族菜肉香。好，一个满族菜肉香。它里面都有用配料配好的嘛哈。可以。还有一个满族菜肉香是吴妈妈自然农法蔬果站嘛哈。另外一个是那个民中鱼丸鱼翅羹，比较喜欢吃鱼翅羹。好。现在摊贩甲夜市拢袂当营业，传统市场的摊商透过外送，也有生意做，甚至业绩个成长，嘛开拓新的商机。台南新闻顾问局张硕维采访报道。面对这波疫情，国际赛主会300台湾区甲台湾赛主会基金会第二湾创专砍线，捐赠200万防疫物资，予台南市政府。25号由市长吴伟霆代表接收，市长嘛答应会好好来运用对抗疫情。捐赠仪式25号上午伫个永华市中心1楼的动作厅来举行。市长吴伟霆表示，伫这场防疫的战争，绝对无任何人会用个放点点。感谢国际赛主会300台湾区甲台湾赛主会基金会主动捐赠市府相关的防疫物资，相信透过目前的筛检试剂，会用个予医疗机构会用个伫上短的时间找出带源甲确诊者。今天非常感谢国际狮子基金会，还有300台湾区还有我们国际狮子会300台湾区各位干部大家各位领导师友，大家集资协力来帮助台南市的防疫。那也谢谢我们蔡永权议员居中协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募集到这么大笔的200万的这个防疫基金，能让台南市的防疫更有效率，而且马上就能够有一些医疗筛检站还有筛检试剂的这个募集，能够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带源者、确诊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给他们医疗服务，这点是非常非常谢谢。体验到说这次防疫的这个急切跟重要性，而且看到整个同岛一命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不仅现在北台湾疫情的严峻，而爆发出突然间的那个筛选量能的不足，那所以我们特别预做准备，我们台南提早，包括我所知道这个我们的筛检站已经扩展到第12站，所以我们这一次这200万全部要用在我们的筛检量能来支援我们市府的防疫团队希望能够阻断这个传播链，提早能够让我们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落幕。透过议员创全的砍线，包括国际赛主会300台湾区的总监林江和，甲台湾赛主会基金会吴佩玲区协调长拢亲自出席。市长除了回敬感谢状，同时嘛承诺一定会妥善运用各界捐赠的物资，大家共事协力，互防疫的工作更加完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面对疫情紧张的局势，为了防疫，安平区公所对今仔开始以安平图书馆作为第二办公室，又准备带领分无同所在、嘛分无同的时段来上班，除了遵守防疫规定，嘛持续检讨修正，期待互防疫更加完善。面对全国进入3级的防疫警戒，市长黄伟提要求各机关遵守相关的防疫原则。减少办公大楼的接触甲交流。安平区公所服务台已经设置民众车公的专区，并且以各科室为单位实施分层办公，减少无共层人员的无必要接触。因为因应我们疫情的严峻哈，那我们也希望给民众来到我们区公所洽公可以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一哈，就17号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分仓分流，然后也在礼拜4的时候哈，我们就做了异地办公的一个演练。那我们的第2办公室哈，我们就取在我们的安平图书馆，也离区公所近。那对民众来讲也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原则上还是以我们区公所为第一个办公的场所哈。那民众洽公一样都是到我们的区公所来，那是因为为了因应疫情的关系，才会有一个第2办公室哈。那所以原则上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如果要洽公，也是先到我们区公所来，我们有一个单一的一个窗口，在那边为民众来服务。那原则上，我们第2办公室的人力分配哈，就是大概我们全公所的1/3的人力来到我们的第2办公室，那每一个科室都有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流的一个概念。所以除了是分仓分流哈，还有异地办公，我们是同步的来做一个到位。那希望我们的防疫可以加倍。伫启动无共所在办公的同时，安平区长赖清竹嘛专程视察紧闭的情形，各层以隔离作为完整的区隔，并且设置公文的交换箱，由各层单一窗口定时来递送，减少无共层人员无必要的接触，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减轻肺炎疫情的冲击，台南将对社区防疫外送服务，佮提出无入去内底、无接触、减少奔波等作为，希望共同来守护社区，嘛保护外送人员。所以，教育局建议所有公务大楼拢来设立外送集中的所在。因应疫情，公务大楼住户甲社区服务人员伫室内外空间全面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加强清洁消毒，已经是上基本。对此，市府为了避免无必要的接触，进一步呼吁设立外送集中区，禁止外送人员直接进入。参像水高社这一新起的大楼，一栋就至少140几户，为对去年疫情开始的配合。今年更加强执行实验制，提供 QR code 扫描，希望守调社区防疫，嘛保护外送人员。集中有放置餐点的地方，然后我们实施一些 QR， 让他们来的时候由我们管理师可以告知，再请线上付款，请他们下来做取餐，所以在减少可能因为外送员嘛，他们有可能会有太多接触的一个风险，减少跟外来客的一个接触。那再来第2个就是，我们其实有在规划跟预计要进行，就是大楼集中采购一些物品，那也减少让一些我们大楼的一个住户出去的一个状况。对，你觉得配合度大概怎么样？其实目前大家落实性蛮高的，比较安全吧，就只是放在那个桌子旁边而已，就不用接触取餐这样。对，这样相对安全哦。对啊，就不用再送到客户面前，或者是接触取餐，也避免感染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啊。你指防疫站是指门口那个吗？对，就外送，或者说你们管理师会统一收付啊，或什么之类的。哦，可以啊，反正不要避免人与人接触嘛。25号，中央公布防疫3级将持续到6月14日，相信物流的运送加送餐的需求会对咧增加，所以为了避免社区有防疫破口，市府教育局嘛建议管委会除了统一代收代付，嘛当推动社区共同采买，降低住户因为采买民生物资的风险。毕竟现在减少移动，就是控制疫情真大的关键。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
疫情期間，雖然檢測到病院，不過但病院仍新打造了5000級的抽血檢驗站，不止結合自動化智能報道，而且運用人工智慧分流，不但得到衛生福利部的創新服務，而且自動的功能佮得到專利認證。一般民眾到大病院看診，有時必須接受大大小小的檢驗，如果同時看2科，有時會造成重複的檢驗。衛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為了改善過去檢驗站的空間不足，甲民眾的抽檢不便，經過跨科的討論，在去年完成檢驗站的大改造，不但引進自動的報道機，而且更會進行智能的分流，甚至整合2位醫生開的檢驗單進行夾單，甚至夾講，減少民眾的不便。我們的實驗室呢是86年建制的，所以比較傳統古色古香的一個部分，那就是實驗室比較老舊，之後硬體設備不足，之後資訊呢未做全部的一個整合。那病人來這邊抽血的時候會抱怨呢，他抽血量比較多，之後呢等候的一個時間會比較久。那有一些會重複的一個開立的項目呢，會請病人呢下次再來，會造成他們的一個抱怨等等。所以呢，我們就引進了這個自動叫號備管系統跟自動備管機，之後我們的一個傳輸軌道，之後到我們的一個分類機的一個部分，我們要解決所有之前病人的一個所提到的所有的一些問題哈，那減少病人的一個抽血的一個管子，我們也獲得專利。衛福部台南病院這項的改造，不但得到衛生福利部的創新服務，而且運用 AI 資訊的智慧分流，甲自動夾單夾講的功能，嘛得到專利的認證。不但照顧病人，而且嘛會減少試管加紙張的成本，大幅度來提升檢驗報告的時效，加優化檢驗的服務。台南新聞引根採訪報道。接下來關心詳細天氣變化。現在是這分有時好天天氣，溫度28度到32度，落雨9一成，海面平均風力4級到5級，上大陣風7級。感謝收看5月25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咱再會。